各位注意 ，Google 2025年12月嘅全球核心算法更新已經全面落地。每次呢類大更新，好多網站嘅排名同流量都會好似咁劇烈波動，甚至大跌。但係我哋發現用緊 iGenL 系統嘅客戶，整體流量唔單止冇跌，反而持續上升緊。點解？因為我哋相信真正嘅 SEO 唔係等算法咗先至去追，而係讓你日常營運本身就跟得住節奏。iGen 內置嘅智能規則引擎會遲跟實搜尋引擎最新指引，喺你創作、優化、發布內容嘅過程中，自動幫你對齊有用、可靠、以人為本嘅高質量標準，係嘛？咁樣你唔單止節省不斷整改嘅成本，更可以將算法更新嘅挑戰成流量增長嘅機會。如果你都想你個網站唔使再驚算法波動，而家就嚟了解 iGen AI 系統。